收听6月30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81到82篇，与信仰生活有关。在今天这两篇诗篇都与我们的信仰生活非常的有关系哦。特别在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诗篇82篇3到4节，更是讲到一位有信仰的人，也就是我们有主可信靠的人，我们要活出什么样的生活呢？在这里3到4节说，要维护穷苦人和孤儿的权利，要以公道待贫寒无告的人，要救援穷苦贫寒的人，使他们免受恶徒的欺凌。在这里我们听见了吗？要帮助这些穷苦贫寒的人，不仅是在物质上，更多是在讲在这个世代里面有一些心灵贫穷的人，因为他们可能拥有一切，甚至拥有比你好的物质，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还有那一位丰丰富富、全知全能全在的上主是他们可以依靠的。他们的心灵没有办法富有，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这富有的源头，也就是我们的上主。所以透过这两篇诗篇，诗人透过他的敬拜，透过他的祷告，更是透过他领受从上主来的启示，他在那个祷告中就讲出了信仰的生活如何实践。在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如何实践？特别是当我们有影响力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影响别人呢？在有一个市镇，它的车祸非常的多，很像现在我们看见的一些交通乱象。在那个市镇，因着这个车祸非常的多，所以这个市长他就在想，怎么样发挥他的巧思，帮助不仅是在法律的规范里面，他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这些市民，或者是这些游客，这些来到这里的人，可以好好的开车，安全的上路呢？那他就想到在公路的旁边要竖起一个大型的告示牌，在那个告示牌上面就写了，阁下驾驶汽车时速若不超过50公里，可以充分欣赏到本市的优美景色。那超过100公里呢，就请到法院做客。那如果你的时速超过120公里，就请光顾本市设备最好的医院。那还有一个超过150公里的话，就祝您在天国安息。有影响力的人如何让世界更美好？我们可以透过各样的方式，但是能不能让人接受，或让人来到主的面前呢？这跟我们的信仰生活有关。而首要的，在今天诗篇81篇跟82篇都让我们清楚的看见，81篇里面这是一个节期的诗歌，也就是在住棚节和逾越节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就会唱这首81篇。而81篇诗篇81篇本身的内容呢，就有讲到诗人呢要在初一15的时候吹号角庆祝。不管是诗篇的内容，或者是后来去吟唱这诗篇的人，他们都有一个习惯，都有一个仪式感。而这个仪式感帮助他们怎么样呢？帮助他们聚焦，帮助他们校正，也帮助他们记得自己是被上主所拣选，被上主所爱，也是被上主所差遣蒙恩的人。在这首诗篇里面就讲到，不断的透过纪念数算过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的生活仍然继续知道自己走在恩典的道路当中。所以在每一次遇到危难，在每一次遇到挑战，在每一次有挣扎的时候，这些记忆，这些仪式，这些方式就帮助我们记得，帮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因为这些仪式感，这些仪式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与神来和好。
在我们的生活中，你有仪式感吗？每一天的听迦南之声，每一天的祷告读经，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仪式感它让人觉得好像很老旧，或者是很无聊，但是仪式感却也是帮助许多的人，让他的生活有很好的定位，有很好的范围有很好的模式，让他的身心灵可以变健康。而在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来敬拜，来思想他的话语，来纪念他的作为。这是81篇，它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透过敬拜，透过来到主面前的祷告，使我们的心与神的心相连，使我们的心不偏离在这个世上的诱惑或罪恶，也使我们的心在我们不能分辨的时候，懂得先来依靠主，让主来带领。而82篇也继续讲到我们如何活出信仰生活，特别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在这里讲到的好像是一首登基诗，也就是君王要登基的时候会唱的一首诗。不只是这样，这首诗篇更是讲到有这个执政掌权者，他们在上主的面前，虽然好像拥有很大的权力跟很多的影响力，但不要忘了，在法庭中那个最大的法官仍然是上主。上主以他的公义施行判断，而我们这些好像被赋予有权柄、有能力可以来影响别人的人，我现在在说的不只是我说的在政府官员或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公众影响力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影响力。你最少的影响力就是可以影响你自己。所以当你有影响力的时候，你要怎么运用这个影响力来荣神益人呢？这是我们要来默想的，这也是我们透过诗篇82篇要再次来思考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上主或多或少都已经赏赐那影响力，他的心意也透过这一首诗篇的诗人祷告所说的，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听见了，就是要维护穷苦人和孤儿的权利，就是要以公道来对待贫寒无告的人，就是要救援穷苦贫寒的人，使他们免受恶徒的欺凌。这其实是每一位信靠主的人这是我们的恩典，但也是我们需要来去尽力去行动的。有很多人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公道？我怎么知道我这么有限，我不完全我怎么可能会让人经历到公义呢？是的，如果是从我们自己的思想意念当中，当然没有办法，因为人都有限。然而若是我们将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是一起信靠这位公义的主，他以他公义的判断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就不会仅限在自己的公义里面，在自己的公义里面那叫做自义。然而我们一起朝向神，一起走在主的面前，一起跟他同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要来经历到在他里面的丰富，在他里面的恩典，在他里面一切的满足，要临到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在今天这两首诗篇当中，对我们的生命其实都很有这个接地气，很有直接的帮助跟影响力。我们是不是常常来到主面前敬拜呢？我们是不是按着我们所领受上主的话语，我们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生活中或多或少我们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最少可以影响我们自己。主啊，你邀请我们透过定期，透过定时的来到主你面前祷告、敬拜、读经，跟你的儿女们一起来分享从你来的这些话语。主，我们的生命就在这当中被扩张起来。但我们也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运用我们所学习、所经历到的这些恩典，也就是从你来真理的教导。
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有许多的不足，但我们相信你的供应可以使我们满足，而且也使我们周围的人因着认识你而知道他有一位使他知足的上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透过迦南之声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赐福你，在今天你的生活当中成为一位带人来到主面前的人，也让你自己的生命先来经历在他里面的恩典。我是世谦牧师，我们下次见。